主要有就是看到那种竹签呐，就竹签如果说鱼吃到啊，那一定是会死掉的。啊，或者是塑胶袋，那塑胶袋的话也没办法消化，这个就对环境会糟。还有保丽龙，对，这一些比较常见的。我目前海洋废弃物最大宗的就是当然就是蚵棚了那蚵棚它就是一个竹材竹子去加工的再来就是它的浮具浮具的量也不少，主要也是保丽龙。再来就是我们的渔网。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蚵棚的一个管理机制我们目前有一些措施了像总量管制，就每一位蚵农他养的数量其实我们在几年前就核定了那这个总量管制它就不能超过我们核定它的数量那再来就是说它要申报这个申报制度就是它每一年都要向渔会来做一个申报，它养殖的一个棚数那就要做申报。那申报以后，我们后续就会做一个管控。等它养殖完成，它回收的棚数要一样。如果它有少，那一棚就要花3000块。目前大概就是有做再利用的部分有做我们有机肥燃料或者是一些一般的一些肥料。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目前都做了非常的都很健全那另外我们在这2、3年也跟龙崎这个农会，因为龙崎农会它本身就是我们黑竹炭的一个特产的一个农会所以由他们原有的设备它的窑去做我们这些我们所谓的海竹炭。就是利用废弃科架，那我们就是研发出了一些海竹炭的系列商品。那其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海竹炭的竹醋液，那它这个利用在我们的吸附异味像是我们的厕所，或是说是我们有人在抽烟的话，它都可以有除臭的功能。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海竹炭的除臭包，我们可以放在衣柜鞋柜它是一个环保，然后可以重复利用，拿去晒太阳都可以重复的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对于海洋垃圾其实坦白讲，各国也都非常的在意，尤其对了让我们这个地球的环境更好。我们台南市从2021年9月开始追踪我们台南市的海废的一个清理，当年度到去年2022年已经清理了将近3000吨，3000多吨，到今年已经清理了将近5000吨那所以说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做，也希望说让我们的环境更好。那我也希望说这种东西最好是大家不要丢垃圾嘛，就不要丢海洋，不要把垃圾随便丢弃在海洋中这是最好的，免得可能你丢1公斤垃圾，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清理掉。所以呢，因此希望大家最好还是把垃圾带回家丢到正常的地方，不要再丢到海洋里，不要污染我们的海洋。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6月6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议员李宗仁、钟志顺针对最近台南有真侪件无公营的事件，包括桂林枪击案、杏林地角以及这位市府人员牵涉性骚扰等，一并提出检讨，并要求市长恢复本土执政的荣光。议员李宗仁认为，民主圣地台南的退步，就是因为进步的价值理想却被性骚扰议题所污染。议员点出，包括前市府副发言人易俊宏、担市新闻处约聘雇人员罗少奇，以及前市府顾问洪志坤等人，在短短2天内陆续曝光，所以要求市长明确表态调查过程，以及如何弥补加预防。后边，咱后续要做处理，因为包括易俊宏的这件代志，我一直在叩问自己一个问题啦，就是讲，咱发生这个代志了后，让社会爆出这么多的事件之后，我们后续的弥补到底是什么？我们政府、咱的机关会当做什么款的修复？
还是讲互这个人一个臭名了后，互伊社会性的死亡，还是他们有重新被社会接纳的机会，或者是说我们其他的这些被性骚扰的这些人员，或者是这些民众，因会当有一个合理的管道来做修复，甚至是我们这边可以承接来帮忙协助他们寻找咨商的管道。你讲的社会性死亡将有可能发生。一个涉及到性骚扰的人，那阵就算法院还未判有罪，但是伊未来伊的人生，伊的要找头路，要找工课，我看都有面临到实际的困难。所以当然这是法律无法度制定的，这是一个民众观感的展现。所以你讲未来咱有法度协助，讲有做有。为分两种，第一是加害人，第二是被害人。被害人当然咱社会较关怀，希望讲伊行出心内阴霾，会当继续面对人生，咱讲啊。加害人伊接受法律的制裁，还是舆论的制裁了后，伊要安怎做？我看即摆现在社会无定论，所以才有可能有牵涉到的，会继续面对社会的谴责，甲即个无共款的眼光。议员进一步强调，款式就是挺性性骚扰的肥料，同时提出具体案例来检讨校园性别事件的款式，避免受害者二次伤害。会中建议专业调查小组以及落实完整的普查流程，要求市长签署承诺。另外嘛，因为规年面体个别开10几千。加上前一阵25,088,000，拢互市民烦恼台南究竟够安全。议员质疑前期为什么4月拢提到，敢讲是全面普发，要求市府对前期肇事的源头管制，互市民安心。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永康已经是台南人口第一大行政区，议员林冠伟伫总日顺的替区民争取一座大型的亲子特色公园，希望以屏东、台中等县市成功的案例来显见，避免所有游戏器材拢是罐头式。会中嘛具体建议伫大湾溜冰场后壁面的公园用地来设立。永康已经是台南人口第一大行政区，身为当地议员林冠伟多处接到申请，公园游戏器材不止千篇一律，以永康探索公园为例，佮因为地方设计一个好会生车池，容易骨折拢是问题。所以伫总日顺以屏东、台中、嘉义等县市特色公园的优质建设，强烈要求永康嘛需要一座大型的亲子共融公园。并且具体建议伫大湾溜冰场1500坪用地来设立。这边是我们大湾溜冰场，后方大概1500坪的我们的公园土地，那是公园用地哦，那就是右边这一张。好，我已经跟里长公务局公所去看完了，右边这一张大概1500坪的土地。那这附近的人口，我们永康的中线、中线。好，还有我们整个大湾永康的大湾地区，大概住了10万人。好，因为市长当过我们永康县的市议员那我们这边的地形地貌市长应该非常熟悉。好，我们这边是一个新的大湾重划区，那这一块刚刚好，地点也已经找好了。好，市长这边是不是可以？跟林议员报告这个部分您讲的非常对。事实上，我们对永康也非常关心。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个这个西湾志洪池旁边的那个剩余的公园，我一定跟您保证，我会赶快积极的找时间，在我们的总咨询结束，我们就会找时间去赶快去会勘，然后希望能够有提供给我们永康区的台南市民一个很好的一个游憩的环境。根据议员林冠伟了解，其他县市一座特色公园造价大约3000万，不过因为西湾地方地现空的是公园用地，所以地点变同款的预算，希望创造亲子休闲新的焦点。对此，市长嘛答应在会勘以后积极来做，因为永康值得一座大型的特色公园。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
针对2050净零碳排，但拍算提出2030年减量30%的目标。对此，议员陈英丁伫总结时都来要求市府尽速规划好驻地条例草案送议会审查。嘛，因为该案牵涉的各行各业全面情况，所以要求一定要确保社会公正转型，同时嘛，更加推动民间公民电厂的计划。面对2050年净零碳排目标，各县市纷纷制定相关驻地条例，希望一步一步朝向减量目标。对此，议员陈英丁以台北甲桃园2030年定出减量40%的目标为例，质疑台南立法进度如何，要求尽速定出草案送议会审查。同时嘛，因为立法牵涉的全面影响各行各业，要求一定要确保社会公正转型。台南市过去我们是全国第一个2012年全国第一个订定台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条例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是站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应该站在比较前面但是其实如同刚才局长所讲的其实6都里面目前大家在针对净零永续这件事情都有在提出相关的草案，除了桃园以外。台北市3读通过，但是因为抵触法规，所以被中央退回，还在检讨。那其实台中、新北、高雄、台南其实都是草案的这个阶段，都是我们是草案的阶段那其实有2个县市已经进入这个议会的审查啦那到底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涵盖6大核心项目，不管是要实质降低碳排、发展绿色运输、加速推动绿能，还有提升调适韧性、优化节电设备、循环有序生活，其实项目很广。是各局处的那想知道说，那我们目前的进度何时才会进到议会来实质审查？我们6月开完再一次公听会之后，如果有共识的话，我们预计8月到10月的时候送进议会。好，预计就是下一个会期应该可以进议会啦。好。因小饼碳排减量，议员进一步建议政府要释出公有地甲储备等来提供民众集资兴建公民电厂，和发展家里在地社区，用公民的力量伫能源转型过程提供另外一项选择。对此，市长吴依婷嘛表达认同。您刚刚讲那个概念很对，就是说，刚刚我们要设一个室内打击场，可是钱不够的厂商认为北河，政府就可以补贴。是，但我们可能就不用花那么多钱是来盖风雨球场，那厂商也可以得到他想要的合理利润。是，所以这个部分，所以我就请要唐伟哲市长，我们台南市是不是应该来加速推动这个发展公民电厂？因为在台南其实真的应该几乎是没有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台南市是不是可以加速的来推动？我愿意来推动，而且要扭转这种以盈利为目的。像目前为止，我们学校的风雨球场，它不但是有风雨球场，厂商可以获利，那学校也可以拿到回馈。好。嘉义台南是全国第一个成立集团城市优势，议员期待减碳脚步甲目标应该比其他县市较紧较悬。台南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去年6月，台南市政府副发言人易俊宏被爆料是性骚扰的惯犯，后来佫成为议员林依婷助理。对此，立委陈椒华开记者会，强烈批评民进党讲性骚扰零容忍根本是空话。对此，当事人透过脸书表示，已向林依婷提出辞职，迈先离开政治相关的工作，等待司法调查甲审判。各位在线上观看直播的各位市民朋友、媒体先进，大家午安。前台南市政府副发言人易俊宏主持台南市政府防疫记者会，在去年6月时阵，予前台南市议员谢良介爆料，向一位未成年校员伸出地高手，时间长达7天。逐天拢伫你的身躯边主持记者会，你互伊这个信用度当也悬啊！所有身躯边接触到这学员也好啦，接触到人也好，当信伊信甲会食果啊！安尼怎寸出无手？事件爆发了后，易俊宏失去副发言人的职位，也毋过无到2个月的时间，先后转任民进党议员李宗翰甲林依婷的助理。
事发经过一冬，今仔日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透过线顶召开记者会，对这件代志提出批评。李宗翰、林依婷在性骚案后极短时间内来接连聘用易俊宏，直到被发现遭到各方批评之后呢，易俊宏才再度提出辞呈。那这就是民进党处理性骚的态度吗？对此，李宗翰甲林依婷表示，考量案件还搁伫个司法审理当中，也未判有罪，因此予易俊宏机会聘用伊做助理。伊本人伫昨昏透过脸书表示，已经离开议员的团队，等待司法部门调查甲审判。咱并无因为讲伊伫对服务还是讲伊是啥物款的身份，或者讲伊已经离职了，咱的调查就来放松。然后伊成立了后，即马煞来进入裁罚。市长黄伟綽表示，易俊宏离开了后，后续的一步变动是就伊个人的行为，市府并无过问，也毋过甲伊有关的事件，市府已经依照刑事了防治法办理当中。立委陈椒华呼吁市府要提出诚意，面对刑事了的问题，予受害者一个正式的交代。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明年3冬一刻的土城乡拄好拄到台南400冬，所以正统罗里门圣母庙5号举办土城乡建造办公室揭牌，由副市长叶铁生、圣母庙主委王晶莹等民代甲贵宾共同启用。市定民俗土城乡为3年一考的南台湾宗教圣事，也是咱因5大乡考之一。圣母庙主委王晶莹表示，过去5大主会拢是以土城在野角头以跋杯来决定，而这考经过马祖指示，将开放予外界信徒参与，不但是63年以来的首例，也兴逢台南400，因此庙方今年特别提早开始规划相关活动。顶个的六里门嘛，后落加来指示，阮5大主会啊，要向外开放予先进大德，来做伙办这个5大主会。啊，无较早是拢阮土城11角头咧办尔。因为阮六里门嘛的性质、神迹奇迹会当讲非常的济安尼。相信恁若来办着5大主会的主会，逐日事业也会当较顺遂，身体也较平安安尼。阮伫8月预定阮伫8月预定来阮土城乡的文殊院会来成立，10月会来办即个主会阮安坐日。含即个美女元宵、迎春舞、编春舞、抢春舞，大家歌功宴乐、炸红炮会来请阮土城3阵舞阵，就是金狮、白鹤、上港会来表演有当讲是非常的特殊庙方伫5日举办驾乘科土城乡建筑办公室启动仪式，邀请各界贵宾一同见证揭牌启用。副市长叶铁山表示，土城乡由圣母庙、罗里门马、顺乡5府千岁建造。是非常独特乡教合意的宗教活动，顶头包含宋江灯、金狮灯、白鹤灯、北家将、夜光灯等，成员将近1000人，而且拢是以地方自发来组成，非常有意义。咱土城乡有几个重大的特色啦，就是讲咱的乡考咱是乡教一体啦，咱是罗里门马乡5府千岁教。咱是一体，有的所在有教无乡，所以因为安尼，所以咱的乡教一体，所以规模特别大，这是咱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所以咱的乡绕境一定是咱罗里门马出去，内啥较有王爷、千岁爷，做伙会同出巡对啦，所以这是咱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另外第二个特色就是啥？咱的顶头非常丰富，咱的顶头拄啊拢徛遮，金狮灯、上港灯、北家将，这白鹤灯，咱有无来像天主门星，咱夜光灯等等，其实咱的顶头非常的丰富多元。驾乘科土城乡建造办公室，为即摆开始由展出台南市文资处主持的土城乡古物件数位新古展。土城乡老相片回顾展，提供予信徒甲民众参观，认识咱的传统宗教文化。
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高丽这应景的肉粽，相信大家拢食过，不过家己亲手包的也是少数。所以，伫讲中学社团伫一场大手牵小手的计划当中，就举办包肉粽体验，互学生拢感觉相当的新鲜趣味。冇人形容包粽比写英文、数学更较困难。伫讲中学教育学家新社团结合大手牵小手计划，伫学校举办国际体验活动。当中以英语课程，互学生学习国际相关的英语用词，并透过轻松趣味的手答过程，互学生知影国际的历史。我们学校的英文老师杨子莹老师，他也很用心的准备了所有的材料，好，那让学生呢，好，就是飘着粽香，好，那也了解一下，好，其实老师在这个之前已经把这个故事说了一遍之外，他们其实重点是在学习英语诗。英文诗应该说是英文诗的创作。活动的重头戏就是包肉粽，学生伫老师的指导之下，学生将料包入去粽盒内底，佮甲粽盒定型。大部分的学生拢是第一次包肉粽，所以感觉新鲜佮趣味。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包粽子，我觉得很特别。然后我觉得包粽子蛮好玩，然后刚好又跟很多外籍生一起包，然后觉得蛮有趣的。这也是我的第一次包粽子，刚刚有上到粽子的一些历史课程，然后我觉得我学会了很多。我第一次包粽子，这真的太难了，我连包粽叶都有困难。因为我之前没有学过，很高兴今天有这个课可以让我学到包粽子。第一次来台湾过端午节，对，很印象深刻。我今天包粽子开心。但是有点很难 ，difficult。这次也邀请外籍生到伫来学校参与包肉粽体验，学校除了希望学生会当将兴趣融入去生活当中，并透过甲外籍生的交流，将传统文化介绍予外国的朋友熟悉。台南新闻杨淑怀采访报道。日前因发生流浪狗撞入去幼稚园破坏物品，搁有伫市场虐民众的事件，市府在第一时间的处理，嘛加强人力来巡查，优先处理有攻击性的流浪狗。对此，乱局长6号表示，为了有效解决流浪狗问题，动保处今年编列2500万设立暂时安置的场所，并且请各区公所协助找出适当的地点，对源头的管制加收容安置同时处理。针对游动犬议题，市府加强重点区域巡查捕捉，对着问题游动犬会优先抓起来。后续推广作为工作犬提供领养，为有效解决咱市各区游动犬问题，农业局动保处今年编列2500万作为游动犬暂定场所，并且各区公所协助盘点适当的场地，望以源头管制以及收容安置等方式，减少人犬冲突。有咱的游荡犬只走去幼稚园伤害咱的教室，甚至讲咱的游荡犬只去去虐咱的囡仔，还是虐咱的士大人。我想直接要甲市民朋友大家做一个报告。这2天来感谢市民朋友大家斗相共，有发到这个游荡犬只时，就随到阮的动保处通报。咱这2天差不多8千几只游荡犬只吼，咱本来前冬19000几只伫外口游荡犬只，到旧年农业调查剩11000几只。这我想直接要感谢市民朋友大家互相斗相共，伫个事前甲咱通报。事后有个甲咱斗协助，所以直接要甲大家感谢。另外，有咱要甲市民朋友大家报告来讲吼，咱感谢议会通过有一个2500万的预算，咱希望讲伫这个所在了的这个游荡犬只，茫搁啊放出去啊，吼，伫这个所在找一个适当的所在来安置。所以，咱各区的公所嘛，足认真咧找这个所在，甚至咱嘛去交公路总局，大家咧协调，希望61号下骹遮吼。咧桥骹有一寡较适当的场所，最近弄一寡进展。
这部分还佫需要咱国区公所佫交迄公路所叫甲咱斗协助。咱伫遮嘛是要甲市民朋友大家拜托，咱若国公所去做所在时，这我想有当全是抓着会感觉的，咱先甲抓起来，莫佫放嘴，找一个适当的所在，咱甲头糖，咱甲注疫苗，互伊身体较恢复。咱人讲有市民朋友来领用，会当来过咱的家条、低调，甚至过咱工厂。我想，互咱遮的百姓迄个大家出门免惊，有当全是，嘛互咱伫迄个咱的工厂、咱的畜牧场。有咱这狗仔伫甲咱斗过时，安全上嘛较好。我想有当全这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来面对，大家共同来解决。农业局动保处表示，民众若是拄到有攻击性狗只，会当通报动保处动物管制专线06-296-5945。动保处会优先将诱杀家人的犬只进行捕捉并推广为工作犬，也将持续请各区公所协助盘点适当的收容位置。希望会当得到在地乡亲的共识甲支持，为好民众处理安全以外，嘛会当有效减少人犬冲突。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6月6号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